咋同嘛？今天俺觉得最美几句什么不打的，旁边电视面给几句听，给不的啊，这次是第8届的啊这个趁模给不的，春季这个课程，俺这里几句考了下排排给，所以首先给要向不的这些人不起，所有前来少的参加课队员，程的，当然这以主本德谦嗯仁波切为主的呃，专门也给不看的排排给，来嗯，自于各看的排排个寺当然这院的尼寺专门那个就前来到的，的所有的尼众们、僧众们，当然先给就长那么久呢，谁还谁当有透给给。过给网络弄个出来啊，来听课对呢，的所俺们小有区那么，僧众。俺差不多的呀，俺他妈我们上学去，所以首嗯，先呢，不行，要问候大家，身体但这里健康。的呀，这专门解决第一个不的呀，那开张堂不，啊就给是忙不穷不的，俺送去了之前呢，看菜样啊，大一我们点其实讨论了给忙不穷不的，很久，就是第六三呢，春季课俺那程要上什说明呢，么课。俺那老张团队嘛，写有的人那是，提议要俺讲开始这个给什么修心七要，啊。就第三栏的数据嘛，显那是，有的建议是讲福子呃，行37颂，那样看起来送礼呢，他不容不起给，啊不，他给显那是，还有人建议说讲俺看起来科摩巴送呢，大师的这老叫个人家称为显那是，解脱庄严宝论，或者那等是你送你忙不穷圣的，但第那正道宝老呢，曼集等等。呃，俺那给个什么水的，俺那些忙不起个工作里啊，俺那拉忙我就把它写给你啊，我们但是呢，多时间，我自己的直想法，接给还有许多人上家对应的也啊，同意，我叫那就你的忙是也有这样不下去。的想法，就是他们的上俩，世事法50颂。那么我就把写了不都是这些，所以最忙不后呢，穷不的，就决定这次的课程内容就是世事法50颂。嗯，但这当给的那么我就把啥的嘛，但可能个参点个强写比那的，参可能个团队的对应的首先呢，几个多啊，我们说这部典啊，籍这样它的那么我就把六十名字三呢，书名哦，就是常委它员就已经这给，那么我说就把谁出了谁需要的，它的内那容大概给那是什么。老了呀，那么我在就把啥一位大个师叫参点至尊的对那边扎巴搞的呀。江才，他的一个世事法50颂那释论么我就把写条当中就提到，兄弟一个，那么你也把写一个特，说那个名为我就点一个诗名字啊，50颂的一个在那典籍，点呢，那那共么我有令就把写那上师欢喜的50个寄颂。到这里送的啊，这张，那么我就把啥个参，胸口上个参口上个，那所以提团这部那个他的也经典，定了的是，它的名称就已经还说出了，定了什天啊呢，这部经典的那么我就把内容大致是六三呢，是什么。那么点数。所以主要在讨这当论的个那么就是点数，如何，俺提那呢，每些都依搞不起来止呀，俺上师，上岸的这个团对吧？尤上岸给，其呢，那谈到了那么老很美给，多这个跟密想法乘相啊，直接关的，搞的呀，啊，尤其是师徒之间的他说，蓝队那么这些内容，六三呢，俺那做起，的内容跟指导。上岸给，这确定这个也吧，啊，所以可以说这部论上岸的跟举，密乘，就上岸旺的，龙的，或者也说跟嘛说，密续，或者确说这个对吧？密乘的第二个，灌顶、那么口诀跟龙的呀。教授这个等想法等这些内容哦，他不对都呢，是很相关的，上下给，很有关联的。别那么里啊，修一个，那么几个，那尤么其上下是如果一个给那个弟子点数啊，想要进入那么密乘的点也不学习切的特，时，那么到底你需要点数了知道本我就如点那何了呀，依止点学不印章，上师，让第一个点上师点那么我就欢喜。把送给印写写给你送上的吧，所以这里就有50个寄这送啊，让他就在告那么点诉我们应该就啥的怎么做。这张给。就那么啥，他也得当个是漂亮用的了，晓得吧？这个“喇嘛”这个他这个呢，词呢，下边呢，但在藏那文呢是很么啥的，普遍了，他也得看的藏语书本当中。下边呢，你加给理解给古啥，它最主要第一个是从团大的，梵文一个叫 对不对？“guru” 给了这个就团词呢，队钱用的啥呢？那么意译啥给，过来的，这天就是啥了叫吧？“喇嘛”。现在的那么啥跟中共的，不是理解给所以团队，“喇嘛”这个理解词，给古啥的，它其实是来自于梵文的。
所以也就 Dati 是 lama guru 这个 sehatela 词。dan rishe guru sehatela tanda mambu rishi kya yusarba. Ane 那 ji 这个 guru 也 ngaju 有很多 ngiri 种 sheda 解 am 释，chiliya ane guru 平 sehate 常我们会 jiwe gana 说 juguris. guru Jiwa 就是 sehate 很重，很这个，jala jigo sabuye ba. 譬如说 Ane 一个 guru 东 ane 西 gana 很 juguye. 重哦，很 Deya 的这 ane 样的一个 kabili 意 ya 思， zo 重量，它是有 ane 重 ji 量的。yuan dengi jiwas. 所以在这里 Yuan 是 den 比 chenpo 喻 yuan 说 dengi. 上师他具有呃，很大的毛的顶的功德起来呀，俺这样的一不要的，个意思。顶的重要的。上师他的功德呢当然是了，就那么啥是有的，重量的，是很那么大的。明大些吧，这么些个密片吧，当然了呀，俺那可能可然而最重要是要真的俺给符合经一场都记这得，样的定义的，那么给俺仅仅是具有喇嘛这个原理名原理号啊，重要的，也是不够的。顶的就挂的开所以始就是没得去，换句话说，那个要具备上师的老一功德年的有一是很年重要的。场面拿了的所以重要的。在无论是经典序典当中，都谈到啊，那么很多关于上师那么它的定点下的呀，义是什么。俺不去，那么菜单点不起。所以在依止都上师的等于都时候，啊，大这首些呢，先要观察真的就这位在这上师下的开始没吧？他那具备了那么菜有没有单点不起，具备这样你也不去的功德。过来呀？那第几看出来，3.2亿光呢，那养他确定们天下的依止这开始没位上师之后，到底的差那么就一个。要在自己无论你拿那是单，那么发在这心上或开始行为上，的都要如做法的开始去学几个，依止。他归拢了啥来读吧？我觉得最重要呀，的还是在于这自己的发心动机是什么。加个拿了了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噻。就跟着就给在人家老大中文当家呢，中有一句其实呢，话叫"差之毫厘，俺呢失之通山呢，先千里"。通山呢，俺做就少几个字了不，centimeter 几个字就拿上一米呢，俺呢所以人生呢，一来往点往下的点的弄这差错，个那个人了要的。但是最后可能导致但是俺都非常非常通往拉么大的代表个了这呀，个差异的归了多结果。是求上了，俺他换句妈话说，多呀，如果我们的俺呢就动机有一点点的拉么点过去，可不能归正确、不拢上去清净，求的那，俺也就是拉么代依止表个了呀，上师俺那时的可能就动机哦你对嘛不要的是呀去。不对了的俺们话，嘛不要的呀去，那么就会对，导致这整个后个重要的是。接着的过程当中就再上会有很多今的年这困难跟很多的那么问题。这菜了各位呢的，那么点备各位呢所以，无的，论是你在对呢，找寻那上师，归拢的或者在开始不是吧？依止上师的时候，马到这自己的个你妈妈动机这个非常来吧，重要。他就那么到是就给他想不出去，听这几很多年嘛人在想他找上师他上的时候，上去，听这个希望找的上不上去，是听这个归一拢位有名不起来的上师，呀，或者总那么是在想，下的呢，听这位这上师归拢的他是不是很出名？啊这样呀子去找寻。呀，那么看。老嘛开始就老嘛忙不也对吧？老嘛忙不也对吧？但真的也为呢，哦，那还有一些老嘛忙不上师呢，也得眼他的的，弟子非常这多，倒是压个的这些，听这个团呢呀，你这可能就判老嘛忙不定，也团呢，他是一个好的但是那上师。么上嘛上了不去，大家所以嘛也其实，这点了。杨开始个这所以他是那么个看弟子那么在嘛多不多来在上过评断这个了不去，那上师么点的是好不好，怕代表呢，怕见或者上呢，说人多靠不住，这人个上多靠不住，师庄不庄我听严，这不去，威不也为呢这威严。样子这些。听这个会呀，三从外十三上向上二位，去评断但听这个光呢，庄严这个威仪拉嘛的上师点的呀，就是好的绝对不上师，好但这个而想依上了去，止他。古龙，但是上面所有举的这拉嘛些例子，可这位个呢，古龙的其实大大都是的对照嘛，动机不是很古龙就正确的。我那时呢，确如果上面古龙，那么他们其实对不起，再来要具备呀就的是古龙的想要修就行的这个动机，这是上人个正确的。们的这，那么那但就对是却待那么没有这样的对比啥呢？想法，哎，那他反而是那么混杂了那么对比很多个里呢，就刚刚不忙不起来正确的一些的去。观察，所以接着在依原因止上就是啥呢？师就会遇到很多原的困难。忙不起来呀，那么上不的没这吧？可对所以很有的多人会些那么忙说：“哎不的呀，我遇不太点了，真到这样的好的吧？那上师，这个得超几年，或者遇到很多的困现难等等。”在了呗，先来看了几个前面都挂的，所以很多时候到底也不能总说是个弄是住，一昧的到底说是去怪个工农天别人上的个弄住的这样的吧？或外在的啊不原因，说是个。很多时候那么是自己菜了的个里呢，大体动机给他有点眼的并不小路清净，什么啥路，因为那那不要不刚要点点开始了去了去什么啥路，找的就真的是一位就出名的上若有师，数天呢，一个庄俺严的求的是他上师，哪位呢？多几位呢？虽然可有能不是很看见呀，强烈有这样的就是那么想法，这样想法不是很多点，那么强烈，肯定是你个但样呢，是因为掺杂就了这么一是点点不样子，正确的动机，可能那么给他些，对不起，国比如说，语那么说是我考听说这位虑几个，上师很有考虑名哦，几个个这么有些个，这样的一个想上了法，只是小那么小的这样的一个给他一个动看起来机哦，一个就念头，他可对呢来的啊，是不是？但这样的多。
它就会跟随着你哦，수수께끼然后 내 你就 수도 会 딜리지기 总是在找寻的就是这 깨닫지 种有 못지 名的上 누나 师。 성사로 딜리지기 상신으로 첨부시다 매비나 또지제위나 这种에 슉 贪执可能不是很 간지네 强、라마 很强烈，但是它就是很 깨닫지린지야 微弱的这样的一个 레디하우스 心，但是它却能 레디하우스 够，돌아가고 可以说不停的在驱动着你 다들 哦， 조직 到处去找 두고 寻的就 두용 是这样 챔버지 子有名的，或者 다들 说庄严 같이도 的， 아는 像庄严的上师等等。 두고레스 라와요 마르티네 当然 디수도 也不能 지금은 够 뉴버스네 完全否定你，就是说完全 라마 否定这样子 두고로기 的动机。 슈기에는부터 딜리지 용디가 제가 디균선 就 때는 是 아주 每个 스스로 人 제거하듯 很多 계시다 时候多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라마 动机，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非常注意 예바지 的。 아 맞아요 라마 상부지도 태고 예바이나 所以为了要能 대체기 够 아주 治愈好 이끌어오디게 的上 스스로 师， 제거하듯 계시다 而远离 맞아요 不正 통해 确的不好 그런 的上师， 도지 때지 真的要 지게 回到的是 시합이나 自己的 다들 动机。 능주로 따지다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 예수도 得 성사로 没关系，我这一 진대성을 点点 만나시지 不太正确的动机可能没 3년 关系，因为 제거하듯 它很 계시다 微弱嘛，但是它却可能导致很不好的结果。 탐정 아주 지금 라마 때 최주사야 되랑 아주 有 이게 的时候我们说一指上 가와 师 신다당 修行 인진한기 学佛， 레뉴 신다래야 3년 제반은 시지 아주 我们 세토의 并没有特别小 예나메나 心， 성사로 들리지 아주 并没有 통제로 像我们在世间上做很多事情，其实你是 때나 更仔细、更小心的 아주 드린 来做选择的。 오무 比如说 지기 好了， 문화에 譬如 베기 说我们今天， 잘라로 比如说 지게비나 一个只 잘라들랑 是1 아주 块钱 시라 的东 도망치 西， 말고 린탄 좀 시라메 我们可能就 도도시 不会太 시다 在 땅구 乎， 매장 因为 그리고 它 미시다 很 말레 便宜 지기 嘛，所以你也不 묘시다 管不会太在乎，你就可能把它就买下了， 레랍십시레도 성선으로 제제 꼴 因为它是一个很 미시게 便宜的东西， 묘시거로 所以你 다이네 就 지링 买了 아주 它。 때는 但 고목도 是如果 문 说一个东西 얘나 它是 문파먹 위에 这 제네 是几十 들리지게 万的， 자막 공진지 或者是几百 오게 万的，甚至更贵的一个 잘라도 东西， 지삼으로 如果要 당시 买的 아니 话， 잘라 텔레베 那 예다 你 연다 会 지체 봐 慎重的考 아니 虑， 你 비세로 可能 가야 봐 会好好的 세수 去 나와 누구도 다 研 민도 究它、观察 아니 내 它 사르다 是不是 말에 真的、假 땅 的，然后 망고 对自己 땅 有什么好 지링 망고 处， 지겹지 然 애니 后值不 시내 值 지기도 得， 마다베 然后 람사지 所以你是经过 미중세 很多很多 누구와 的判断、 가해서나 分析、观 아들이 察， 안 你 줘서 才决定说 성사로 好， 말에 我把它买 최장 下， 망부지 당구예상 안티지 因为 저기 你需要花很多钱嘛， 3년을 제제 甚 삼로 至 에 可 지금 能 가서 结果也是 망상 很 당시 重的， 누구야 所以你会特别的 小 라나 心 지가 去 저기 做 다 这个决定。 최주사다 라마 댄스야데 所以同样这个比喻，其 다 实 기대 我们说 첨부로 学佛说 제비나 依止上师，或者我们 지기 修行这件事哦， 천디다 치마 它是 지 可以说无比 춘제 重要的， 치마 因为 폐제기 깨지 不只 시기 是 와데 能够利益到 근데 你今 천다 生， 단 而 딜레 且 하지 다 生生 최소한의 世世都能 제비인데 够 다 利益 딜레 到、帮助到你。 개시하지도 안 딜레 짜체 所以从佛法的 지내들이 角度来讲，没有 깨지 比这 섭시 件事情 따이네 更重要了。 아주 은혜 전에기 然而 수수기 呢， 가르쳐야 돼 천다 디토라 로제 가지스 때기 我们似 걔는 乎并 도망 没有 가지스 特别 지기 重视 딜레야 这 안티 件事 3년 情， 가지스 지기 은혜 전에 아주 심주 也没 제비나 有特别 아주 去看重，就是看重这件事。 세주의 삼지기 도나지 가지 시라 지기 매베스 순럽시도 所以我们并没有真的 세주가 따데 개시 了解 사치마 它的 빈데 重要性 천다 是什 딜레 么。 개체 요만 딜레 짜체 요만 可能嘴上说是说 시에디 说 요만 这是 때라는 学佛很 거리가 重要，上 그가 师很 저기 重要 수수의 等等， 3년 지기 但是 그다음에 죽을 真 준비해서 的你在 메사디 实际的去这么 어느 做的时候， 뒤균전되네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마주이기다 你内心中并没有 가수해야 太 돼 把它当一回事儿。 라마 라마 딘주사 딜라야 되는 시지기 마주이기 간다고 所以我们这里 개시기 讲到的 자 是 수수 依止 미진단기 上师， 내년 개시 뭐지다 它可以说是你一 자치 生 뭐지 中、 딜라야 生命 아니 中最 그게 重要的一 남의 件事 사람 情 지기 了， 매사사로 딜리지 삼로 쿠르체 所以 도나망아 是要慎重的， 주보망아서 준비나 是不可以随便的。 뭐 준비야 如果带着这样的一种 근데 맞아 일단 这样子的 근육은 心、慎重的 개시합니다 心去做的 아니 话， 뭐 那 준비 么 야보면 용와 才会有好的结 지코나 果。 최대의 섭씨라도가 相反的话，一定会有不好的结果的话，如果不这样做 달라네 的话，一定会有不好 다리게 的结果。 달라망업 주바티 타마들레야 달라망업 주바 디 에네 다리 가져라 지슈에기 다 시에저로 디 所 라망업 以 주바 最后， 당과 디 总之我们这 균센디 里 다다기 决定 고르시바는 시네 是教진니 十世法50颂， 다 가져래 라망게의 신예 有几个原因哦。第一个就 디즈기 是
我们说依止上师，依止善知识，亲近善知识，这是佛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无论大乘、小乘哦，都很重视这一点。那尤其在秘密金刚乘当中，一切的共同与殊胜的成就，都是依靠上师而得到。所以，正确依止上师，可以说是重中之重，可以说是我们修持的这个基础。所以过去的祖师哦，你看他们在修持、修行密乘的时候，他们对于这个基础，或者说他们在做基础的训练时，他们就是会学习这部论《世事法无事颂》，或者学习这个14根本堕罪等等，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所以，一般佛教当中很重视依止上师，尤其密乘当中也是非常重视。但是呢，这个主题如果不小心讲的话，呃，也是容易造成误会的。在过去几年中，我对一小群人哦教过这个《世事法无事颂》。为什么我只对一小群人讲说呢？因为如果说我们学生或者我讲说的对象啊，是我们藏族，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因为在藏族整个这个文化里面，好都有基本对于一直上是一个观念吧，大致是有的。但是很多人他没有这样子的修持密乘的这种习俗传统的人，比如说汉族，或者说是这个西方人吧。那在为他们讲说四十法五十颂的时候，有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没有讲好的话哦，可能会造成误会的，或者说错误的理解，甚至还有很多人呢刻意的用世事法无事颂来来来为了这个控制弟子，或者说招收弟子啊，为了所以呢来讲这个世事法无事颂，就是完全是错误的用这部论哦，来这个错误的讲解，错误的利用它来啊做一些很奇怪的解释哦，来只是为了要能够招收弟子，所以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在对于像透过网络，或者说像现在对于很多人一起讲这个四十法五十颂，我也觉得是有一点这个会觉得是不太方便的。但是这次主要针对的对象呢，是来自各个寺院的，尤其是尼众们啊，尤其是尼众们，还有当然各个寺院的僧众们。就我的讲说的对象，主要就是他们。所以这也是我想先做一下这些说明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就是可以说我最主要要调伏的对象，当然这样讲有一点太太过了。但总之就是说，这次课程的主要的对象是僧众们，寺院的僧众们，这是一点。那第二点，主要是选择这个课程，我也是希望说，尽量的，就是多方面的参考很多文献等等来做解释，就是多做解释，多清楚的解释。因为密乘的这个修持哦，无论是东方西方，很多弟子哦，都是对于
就这样学过之后，就会对于密乘原来不同的文献、不同的序典典籍中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呀。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了解的话，可能就不太容易再被其他一些邪说所影响，或者说所诱骗。所以我想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好处的。所以总之呢，这一次呢是特殊开了这样一个课。为什么说不太方便对大众讲这个课？其实还有一点跟我有关，就是我虽然我是具有上师名号的人，所以可能很多人听了会觉得这个好像是我讲这个课，就是你们要对我恭敬，你们要很重视我，要看重我，好像会变成可能有人会有这样的觉得。但首先我想说的是，我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动机。我完全没有觉得说我是上师在为各位讲，然后你们要对我恭敬，要对我虔诚哦。我完全没有这样的动机，不是为了自己而说的，所以都是要依据引经据典去讲说的。但因为依据经典而说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讲起来有一点点不太方便，但是也没办法，还是得依据经典当中这样子来讲。所以还是得按照经典里面去讲。还是在说，就是藏族听起来可能不会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因为有这样子的密乘的环境跟修持的传统。但是呢，西方人或者说外国人，很多东西方的人他们一听到这样子的内容，很多时候很容易一听到里面的几句话，就会觉得怎么是这是为什么说要是上师如佛啊，要对上师这么恭敬啊，等等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所以总之，这是我最开始想对各位做一些说明，所想说的一些说明，还有为什么要选择讲这部论。那么这部论呢，它主要有3个主要的来源就是梵文手抄本、中文译本，还有藏文的译本。那么梵文本的部分呢，我之后再跟各位讲。那么首先我想讲一下中文的译本，这在也有一个古义，就释氏法的中文译本呢，它被编入在大正新修大藏经当中。它的编号是1687经，就是1687这部经。同时呢，作者也标明为就是马明菩萨，就在这个目录当中有这样写到。那么译者是谁呢？这里写到的是日称等人。那翻译成这个藏文就是尼玛扎吧。我们说有月称大师嘛，那这一位叫做日称大师等等人所以是许多人一起翻译，由日称为主的人，许多人一起翻译了这部经。那这位日称译师是谁呢？他是一位中天竺人。那么他在这个宋仁宗的庆历6年，也就是这个1046年在那个时候，他来到了这个汴京这个地方。所以这位译者日称大师，他是天竺人，也就是印度人。总之，他在宋仁宗的时候来到了这个汴京这个地方。当时的皇帝呢，就赐号他为宣范大师。
如果这里我直译成这个藏文的话，也没办法翻得特别特别贴切，所以这里我还是用音译，就是宣范大师跟各位说。另外呢，他还翻译出《大乘及菩萨学论》，还有《十不善业道经》等等。所以四十法五十颂也是由他所翻译的。而他与当时的日本的僧人叫做陈寻啊，是很好的朋友，是至交。所以呢，中译本的是出自宋仁宗宋朝这个时候，似乎比就是藏文的译本，就是仁钦桑布大师所翻译的呢，更早。那这也是从梵文直接翻译成中文的。所以这是中译本简单的一个介绍。那接着呢，我们谈一下就是藏译本当中的四十法五十颂。那这部论呢，主要收录在这个德格丹珠尔。那我们说丹珠尔有几个不同版本，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德格版，所以叫德格丹珠尔。所以这部经就收录在这个集中序典当中的第3721经。那当中呢，也记录得很清楚，作者标明为马明菩萨。那么是由谁翻译的呢？在跋文中有提到是由印度学者达玛嘎惹瓦玛，还有大译师比丘仁钦桑布他们2位翻译的。接着说，并透过教授和聆听来最终确定这样的内容。另外呢，有一位译师叫做恰路仁谦确爹，他也有一个四十法五十颂的译本，恰译师，就是称为恰的译师有2个，我不确定是哪一位。总之呢，据说就是宗喀巴大师的四十法五十颂释中提到呢，还有这个恰译师的这样一个译本。换句话说，藏译本至少有2本，一个是由大译师仁钦桑布的翻译，第2个呢是叫做恰译师他的这个译本。那后面这一本我是还没有阅读过。藏文当中呢，不仅有这个主颂，还有一部是注解，就是印度的这个注解也有翻译成藏文，还有这么一部，它是由郭译师或者说叫郭大译师叫许努巴他所翻译的注解，叫做令师欢喜难释。这也是收录在这个德格丹珠尔里面。换句话说，就是德格丹珠尔里面呢有就是这部四十法五十颂，然后接着目录当中就写到还有这一部注解叫令师欢喜难释。那这个注解的注解也是因为印度的智者，一位学者。有些人认为呢，这个注解的作者是印度的班智达叫 Nagi Rinchen， 但是呢，应该不是他，因为呢，我们从这部注解的跋文中可以看出来，里面提到说，此四十法五十颂难释圆满撰著，在东印度智者吉祥那吉允谦之恩德
而月明梵文，许奴巴亦于吉祥净庙上师寺院上房之近处。所以从这段话是很清楚可以看到说，这部《世事法五十颂南释》或者说《令师欢喜南释》这部著作，它的译者写诗是许努巴翻译的，然后是说他因为这位那人就是那给忍谦大师的恩德，或者说通过他的慈悲而懂得了梵文，然后才能翻译出这部典籍，所以并不是说这部论著的作者就是那人大师。另外呢，夏马第四世夏马巴坚纳圈纳，他撰写了一部就是郭大义师的传记。他就是这位郭义师的弟子，所以他写了他的上师郭义师的这部传记，叫做《功德珍宝妙增述》。这里面就提到，令师欢喜南释没有跋文。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个作者是不明的。所以呢，就是郭大义师雪诺巴所翻译的这部印度注解，到底它的作者是谁呢？其实是不清楚的。那这部注解就是南释这部论的主颂和它里面也有主颂有解释嘛，所以也有引用到主颂。这里面的主颂和仁钦桑布的翻译的《世事法五十颂》的主颂呢有所不同，所以或许他们依指的就主颂的梵文本可能是有不同的。总之呢，这部呢由郭大义师许牛贝他所翻译的这个注解，在过去宗喀巴大师还有擦谦洛塞交错，他们在写《世事法五十颂》的注解时，并没有读过这部印度的释论。就从他们的论著当中可以很清楚知道，因为他们的论著当中有这么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刚刚提到宗喀巴大师还有擦谦洛塞交错。也是擦谦洛塞交错，他当时在写《世事法五十颂》的注解的时候，应该也没有看过这部印度的论释。我们知道有一段历史是宗喀巴大师在59岁时，就是1415年的秋天，他受到了汪扎巴讲岑的邀请他就宗喀巴大师师徒等200人受到他的邀请，就前往这个温寺扎西多嘎。当时呢，郭大义师是初次见到了宗喀巴大师，并且呢向他学习了很多法。最主要学习了《世事法五十颂》，还有14堕罪注解等等。那应该就是跟随他学了《世事法五十颂》的宗喀巴大师所写的总结吧。他不只是跟随宗喀巴大师学习，后来郭义师雪牛巴他也多次教导其他人。通过这一段历史或许可以推测这个郭大义是他所翻译的这部《令师欢喜南释》应该是在跟随宗喀巴大师学习之后才翻译出来的。那么接着是藏文的注释本，有几本很著名的。但今天我没有办法全部都收录进来，这是做藏文的注解本其中最著名的一本就是扎巴冈岑所写的《世事法五十颂释》，这是里面可以说最古老的一部注解。
아, 저 유, 마블로 저기,我去过多几个赛，还有我相当多的马巴要吧，罗空赛造瓦，下边个，马巴义士那么的我这边这边啊去，有二去弟子哦，送多的，他都把东叫俺做接马送，啊他的弟子的一个打的呢，儿子叫俺的血汤特里呀，多杰哦，他所翻译的一个注解那么我这就是边这边给叫《我他这些血汤多杰的打的是，世论》哦，这种但是我是没空有见过。赛下边个，那么我这边那么些，老美要公共下体下所以另外去，刚刚也有提到，还有一部很古老的注这里解是第一节众户 c h i g i 了呀，p a p a 的《誓师呃，法》啊，《诗五时间是随十颂》的便了，哲要。那当然呢，大边呢，另外呢，还有宗马上考喀巴大师试下边呢，所著的，这对吧？这这那就是是跟在《世事法五下边给，十颂释》，那么我这叫做边给，圆满弟子一切愿。青浦下的，另外还有第我这边开七世大山几个，宝法王所写的，俺呢先第七给世噶玛巴所写的呃，《世师法五查询老十颂》师教授的，啥夹注，给背，上我查什么啥，听那种的查别个，还有萨迦巴大概了，的一位萨迦派的一位大师哦，他说属于这个是呢，这他里要这个传打打的，承的查询萨谦老师教授在罗塞下边给，贾措，那么他也有一我这边部注解，这边我路人不是关键叫学的是，做那他《开启说的这样，成就珍宝门》俺打这样一了新的部《世事法五的。十颂释》。俺是初读零级那边给，你在另外还有下边拉我成就者这边去要的明月去送下，这里呢这惹巴这不是所这嘛？写的但点没呢这样一这吧，就部注解。没啥多，这吧，另外还有很多很多注解，马现在一路桥了，马上去外宿舍，你是大部分是格鲁派中比较多。这吧，那么我这边这马上有外宿舍，你是一下，好的都是这，但点呢，他的拉曼我就把的马学读啥呢？其实常会健身给拉曼我就被那么三些个拿落来呀。接着我们看至尊扎布冈策的注解中呢提到，这四世法五十颂，他透过了这个几个总义哦来阐述。我想接下来用类似的方式来解释哦，各位可能比较容易理解。所以在至尊扎布冈策的注解中是提到哦，此世师法五十颂可以透过五个总义哦来阐述。第一个就是撰写此文本的作者是谁，第二个是依据哪些序典而写。因为《世事法五十颂》这是一部跟密续很紧密的一部典籍，所以那它依据的序典是什么？接着第三个是撰写的目的，第四个是教授这部论的时间是什么？最后一个是简要的概说，那也就是讲解这部论了，就是最后一点是这样。所以首先呢，第一个我们会简单讲一下，就是撰写此文本的作者，就是是谁写了这部论。那其实这是比较有争议的，就是对于《世事法五十颂》的作者是谁哦，目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说法，其中有两个最主要的说法，一个说是由马明菩萨所写，第二个说是由麻皮天哦所写。甚至有的时候会说马明菩萨他就是这位拔皮天，会说是马明菩萨的别名是这个拔皮天，有一些人的说法，有些这样的说法。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引用的说法是说，马明菩萨和拔皮天是两个不同的人。所以有这样两种不同的说法，就是此论的作者是不同的。那最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的这个传记呢是不一样的，所以推测出来是两个人。另外呢，依据一些日本学者认为，《世事法五十颂文》中出现了大量的像是这个金刚萨埵、金刚总持、金刚阿舍离、咒语啊、密续等等这些术语，而这些术语呢，都是密乘在印度兴盛的后期才出现的词汇。
因此呢，推测这个作者应该不是马明菩萨，因为马明菩萨是这个二世纪时候的人，当然也有说他是5世纪的人哦，等等。所以从这些学者认为，从里面用的术语来看，都是很印度密乘兴盛的后期哦出现的词汇，所以作者应该不会是马明菩萨。举例来说哦，在释法五十颂的第49颂啊，就提到次乃施与咒语、咒称等，令得成为正法器，衣食有4根本舵，正所应诵及受持哦。这里看到提到了14根本舵，因此呢，也可以推测它必然是出现在无上密传播之后哦。的这样一部著作，所以很难说，应该这个作者应该不会是马明菩萨。所以在像是至尊扎巴讲真哦，这部就是他的释论，就是所有藏文的释论当中，最早的这么一部论著，他是萨迦的5祖当中的其中一位，叫至尊扎巴讲真。他的释论当中提到作者是谁的时候，他说作者就是拔皮天。那他是谁呢？首先，他介绍到他的种族呢是属于这个是王族，是一个叫做参扎，这是月亮的王族。后来他舍弃了王位，然后在那烂陀出家为僧。他的上师呢是泽达日和诺桑。接着提到，虽然他是一位大班智达，但是他没有得到这个可以说没有拿到这个学位吧，就当时大概这个学位或者说这种证明或证书是由这个国王给的，但他当时没有拿到这样的学位。而且呢，当时又与寺中的一些班智达们产生了一些争论吧，纷争，所以后来听说他就前往东方的这个孟加拉。在一些文献中提到说呢，就是在其他一些有关他的这个传记的文献中呢提到，他最初呢是一位很有学问的这个非佛教徒。那后来他才成为了这个佛教的这样一位学者，佛教的班智达。所以有2种说法，一种是他一开始就是佛教徒，出家为僧，但另外你看到这里的说法是他首先是外道徒，这非佛教徒，后来才学佛。总之呢，他就从中印度当时就到了东部，就是孟加拉附近。在孟加拉附近呢，有一尊由这个月官用沙子塑造成的一个叫做灵吉杜姆，灵吉杜姆。所以当时呢，他就去献贡朝礼。当时呢，在盐福提附近有一个名为祖德林的一个地方。那过去这里说是盐福提，指的就是印度吧。就是整个这个印度这个岛，它就被称为叫盐福提。所以在印度或者说盐福提这个岛，它附近就有个名为叫祖德的这样一个岛，一个祖德林是一个岛。那个地方的人很奇特，就他们都只有一只脚，所以他们走路的时候都需要是2个人一起走，因为就是一只脚嘛，所以必须是两同行、双双同行这样来走。所以呢，当时说，就他去这个由月官用沙子塑造的这个杜母像的时候，他在路上呢，
他就碰到了这个来自于这个祖德岛、祖德林这个地方的人。因为那些人他是划着船哦，从那个岛来到了这个地方，就刚好碰到了，所以他们就很惊讶，就从来没有看到怎么会有人是有2只脚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拔皮天啊，这位大师就把他带到了他们的岛上去。这里听起来会觉得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吗？是真的吗？还是假的？怎么会有有地方的人只有1只脚？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像是在这个萨迦格言，就有提到这么一个祖德这个岛，就提到说，里面就有提到说，去到那个岛的话，那么大家都只有1只脚，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到了那样的地方的时候，因为你有2只脚，你是不会被当成正常人的。所以总之呢，我是没有机会去研究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总之是有这么一个很奇特的这样一个地方啊。总之呢，之后呢，他就这个祖德林的人呢，就可以说护持他吧，就所以后来就继续呢，他就在当地呢修行，就在祖德林这个地方修行。但是那个地方应该是没有什么佛法的，所以他心中就想说啊，这里没有佛法，我可能应该要回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地方啊，家乡，那么才能够这个利益到别人吧，利益众生。但是呢，他没办法回去，因为之前呢，他到这个岛上的时候呢，是这个祖德林的人，祖德岛的这个人带他去的嘛。那回去他不知道怎么回去了，所以因此呢，就是他就向这个杜姆祈请和礼赞，因为这个杜姆就是在这个祖德林这个岛上的。所以有一天晚上梦中呢，这个祝母就对他授记说：“你要把你想要去的那个地方放在你的心中，好好想着它。然后呢，以这种很强烈的向往之情哦，然后将你的头呢朝向那个方向而睡。”就杜母这样在梦中对他说。所以呢，他也就因此照做，头就朝向他想要去的那个家乡的方向，这样就睡了。然后隔天呢，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就已经到了他想要去的那个地方，就是大海的另一头了，就是到达了彼岸了，就是那个，就是离开那个祖德岛了。所以后来提到说，他就抵达了那烂陀，那时候应该是在中印度嘛，他想要去的地方。但是这时候，当他抵达那烂陀的时候呢，已经这个改变了很多了，就不像是他以前在的时候了。这时候是过去那些年长的班智达呢，都已经这个圆寂了。还有呢，还有过去当他在那里读书的时候的那些他的学弟吧，也都已成为了班智达了。他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啊，他就觉得说，哎呀，自己利益众生的因缘大概已经过去了。因为他看到这个过去那些班智达都不在了，
然后后来那些新进，当时他读书的那些新进的这些学生呢，学弟学生都已经成为大班智达了，所以大概当时也没什么人理他了，也不知道他谁，他就觉得说，哎，自己这个，哎，这个时机已经过了，所以呢，他心中就有那种可能有一种悔恨吧，就是又难过，他又有一点悔恨，就升起了一股愤怒感。所以他当时怎么做呢？他做了什么呢？他就简单来说呢，就是他透过了这个咒语，他就施咒，然后呢，让这个大地震动。对，结果呢，大地一震动之后呢，结果他自己以前住的那个地方也毁坏了，然后呢，其他的，而且也毁坏了其他的很多的房子，而且呢，甚至这个杀死了很多那些之前他在那个祖德岛上的那些很多动物跟人哦。总之呢，造成了很大的死伤。那后来杜姆又在他的这个梦中啊，受记说啊，这么多人因为你而死伤。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么一大地震动，那么多人死掉了，死伤，因为祖德林很远嘛，祖德岛很远嘛，所以总之呢，杜姆是知道了，所以大概知道了，所以又在他的梦中设计说：“你呀，这个不是说自己是大乘修行者吗？那你的责任就是要利益众生，但是你却没这么做，而且结果你是伤害了那么多的众生，所以你造下了这个舍弃众生的这个罪业，所以你应该要忏悔。”大师他得到这样受记之后，他心中也就很忏悔吧。他就说，他心中就想说，我要好好忏悔。那我该怎么做呢？他就想说，我应该到这个五台山呢，在文殊菩萨面前忏悔。但当他一升起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杜母又出现，对他受记说：“你这样做呢，也尽除不了罪业。你到五台山忏悔没有办法，这个忏悔罪业的，所以杜母就说，你就必须要进入密乘，因为你这么重的罪业嘛，所以你必须进入密乘才可能清净。”啊，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如果要为了清净你的罪业，杜母跟他说你要怎么做，不是说进入密乘，而是说你应该要为了初学密乘的行者啊做些事，就是说你应该要撰写这个14根本堕罪的注解，还有事实法50颂、事实法的这样的内容，而且还要为各种序典多写这些注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位大师他就开始撰写了这个舍弃诋毁上师，而不让上师受到诋毁，而能够恭敬上师的这部《世事法五十颂》，还有呢这个根本堕罪这样的内容。同时呢，也写下像对于金刚手菩萨灌顶、苏悉地劫罗经、仪卢现正序、诸佛和四座、金刚空行金刚胜乐轮呢、胜乐金刚等等的注解。另外这位大师呢，他也称为三天大师，三天就是本尊的，也就是三位本尊的大师，也是大概是他最主要依止的三位本尊，一个是成就大手印的本尊，就是胜乐金刚；第二个是消除外在障碍的度母，以及消除内在障碍的不动明王。所以呢，他也得到了这样子的三本尊的大师，或者是三个天哦，三个天尊，三天尊大师。另外还有一位大师叫做阿舍离，叫做蒋巴扎巴。
他就是撰写了有关这个14根本堕罪的一些注解。第三是噶玛巴让冲多杰尔所写的14根本堕罪的这个注解。最主要就是依据蒋巴扎巴这位阿舍离的著作而写。总之呢，也提到说这个这位拔皮天啊，就是释法无双这位作者，这位大师，他和蒋巴扎巴阿舍离两人呢，都被称为叫做多闻者。总之呢，两位就是非常博学的这样的智者，这样的学者。所以以上呢是简单讲了一下叫做拔皮天啊这位大师的介绍。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位拔皮天这位大师的故事传记哦，生平跟马明菩萨是不一样的。就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分清楚了，他们两个是不同的人。那更进一步的内容，我想之后有时间再说。所以我想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第一天，所以就是能够开始哦，一个开始是很好的。因为常常我们说，一个课程要开始会有很多的障碍。我也是在这之前受了一些，得到了一些感冒，然后在那之前呢又是很忙啊，很多事儿，然后后来就感冒了，也没时间休息，就是因为一直没有调好吧，就是所以我有点担心这个课程能不能够顺利的举行，但蛮好的。今天呢，也算顺利的开始了第一天的课程，所以我想就好的开始，就是已经一半都成功了。所以我想后面还有十几堂课，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障碍和问题。所以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接着我们就回向。